粉龙，你做什么？师娘，琼芳妹来了。她来了，你不能见她。为什么？难道你忘了圣旨大恩？不，她不是我的孙子，可她是你随身的女儿。随身的女儿。
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这是郎子的命令。父王的命令对我没有。公子，师娘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九芳梅，范老公，九芳梅，范老公，九芳梅，下你的病。范老公，哎呦，哎呦！范老公，你是怎么了？昨天我还是好好的，怎么因为儿就病了？父王和我都去世了，所以叫我先来款款你，范老公。你平时身经是马虎，怎为一来招别我？中方本性就是苦，只怕不顾谁苦楚？哎呦，范老公，风云轻抗雨别故，难料人间何以复？上阵上枪不敌水，不落平川门河。遇老爷们来团望，可笑我昏昏沉沉难应付。太满十里修在你，英勇之旁迎来范老公，你放心，穷方我会天天来探望你的。范老公，哎呀，范老公，哎呀，范老公，范老公，九芳梅，你为何成夜不语？没什么，只因我身为大将，不能出征，故而心中不快。你一定是有心事，不愿意对我讲。哼，人家好心好意来看你，为你出气，为你心焦，你却不愿意对我说真话。那我还在留在这里做什么？早就该走啦。九芳梅，做什么？我有一句话，什么话？我不是你的哥哥。谁要你做哥哥嘞？我姓罗，我是你姓罗，叫罗文罗。九芳梅，什么？我和你什么？永远永远什么？永远永远不能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只因我身为大将，上赴沙场，交锋打仗，风雨难测。你不要负身，你无力操去，还有谁能接得上你？九芳梅，我万一离你而去。哎呀，冯老公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请说些话。告诉你，
你啥是真的走了，那我也要与你一起走。琼芳妹，你可知道我的身世？殿下，请呀！哎呦！哎呦！粉龙姑，师娘，我来。师娘，殿下，你不要忘了，你玉病在身，怎能生息？快请呀吧！老子驾到！来了。父王，汉郎，你病了啊！他是何人？难道他就是杀我贤家的大仇人？他凭着骁勇，都引军家为刘作孙的兵，死了身。年岁有地，生活有一次，是何意？忙想起24教母亲枪法，14岁他鲜血淋，当时也是这关情，当时也是这一生。我的他与我才的父，为何不肯负真情？陪我珍惜万事处，是儿时的马草原意。他真是而今性情变，他真是啊，他真是我心中是虎本。汉郎，还有病早就该去下治病，明君是传沙婆，机智神医。汉郎，有病哩，所以医治。你当知父王对你一片心。不，粉龙姑，汉郎，粉龙姑，汉郎，汉郎。老子杀不转刀，见老子明明是殿下屈身本体，怎么样了？老子。殿下生有病，我曾祈祷高神灵。殿下乃是非凡体，须用宝马走西平。
是一匹宝马呀！区区追马，不足为奇。上！是。二龙哥。父哇，儿啦，区区追马不走堂，为儿跻身当旗堂，区区下母遭际遇，专掐进入母心焦。请到祭台，祭神拜天。我随父王一逃去。父王，王哥，你放心，你很快是会好的。明天一早，我再来夸你啊。喂，明天一早。就发。父王。明天一早，明天一早，明天一早。愤怒！难道你忘了国贼家恨？难道你还要伸手造福啊？国贼家恨，伸手造福？不，我没有放弃。爹娘，殿下，宋朝百姓等着你，我心若生盼着你呀。宋朝百姓若非将军，本龙，你要所决所断呐！对，所决所断，所决所断啊！方龙哥，你放心，你很快是会好的。明天一早再来看你。明天一早。儿啊，区追马，不足为奇。你还是爱惜养病吧，父王。儿啊，方龙哥，范龙，你要换了换妻子，你要死吧！哎呦，别笑！笑下去，笑下去！哎呦！
一封借书，随王送医。好，就这样办了，越快越好。原来是军师深夜到此，有无贵干？红郎之子命送人殿下，我老军师亲自送来，请教见我。郎子吩咐，必须当面教育殿下，万一几句话要交代殿下。殿下已经在下了。殿下已经在下了。军中之事你传不清楚，我自己进去。军师，军师，参见军师。苦人儿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只听殿下说书啊。哼，殿下兵了，说什么书？殿下谁了？凭什么书？来呀，将他们一起带走。殿下的印章，你们谁管不为？带走。不许你们无礼！王将军！你亲眼书记，亲眼书记，亲耳书闻，亲耳书闻。难道父王真的中了他们的苦肉计了？难道文龙他望走你？哦，阿娃呀，太医要在帐下，七郎子面颊好闻。哼，他能快吞司机一条臂膀，难道还怕卡粉？娘你！哦，方才知道了个龙子，他从中出来，陪我一道吃死了。什么？他从中出来，陪我一道吃死了。你忘了父王的大事了啊！大事？你这一招，把国王这16年的恩礼都快断了。禀王子，奉军师之
之命，按照各的殿下，他将一封节书随向送运。快得轻，快得轻，胜得正。千真万确，不可无言。啊！老子，你笑什么？我笑，这些你的心血毁于一旦了。老子，没将斗胆之言，你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你哪里知道？国情差不，你是不到七层上，总理官大，不理他强暴儿，铁定八门引我。白总理杨一公，早是天下，他金刚一生你身负来迈，不料后金杀换帅，杨府反为府上战，他今不仅不服力，不送将他追回还。军师，莫非有什么军机军情吗？奉老子之命，知道了文龙。你是什么？罗文龙私通难问，万变金榜。父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刚才太平还是好好的，怎么一会儿要走到文龙宫了？军中之事，你稍后快为营歇歇去。这的事我不管，文龙宫的事我一定要管。不得人心。哼，到哪里去？走文龙宫去。才子，穷芳，只怕文龙心中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了吧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他不是金榜生死，他是宋朝大将落得之子。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呀！老子那罗文龙为兵之命，大会上也是个缺大将，把我送进去了。他醉了。罗文龙也把我送进去了。快领下去，快迎将士神是家把不得的，将进群扫，绝不能杀罗文龙大出野啊！奉军将士三中，我迎将士皆策龙将军巡扫平水冲，龙不成乱接杀死他。父啊，君不可用。父啊，父啊！老子倘要我走，那像那罗文龙有该死之忧，只怕莫因将士不是他的对手，岂不方富贵生？兄法，礼节是用来宽下罪人，不是用来逞强的。他不是
人催生。他是你的罪人，他负罗登就是你的杀父罪人。你是什么？是你的杀父罪人。怎么？你不是我的父亲？那我的父亲？穷发，穷发，将士身不惜脚，马不停蹄，捉拿了文龙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我因将士身不惜脚，马不停蹄，捉拿了文龙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我因将士身不惜脚，马不停蹄，捉拿了文龙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背起母亲结局他，对先生恰是花流氓，好算争取让荣光。风声
抓我的，我不但是来抓你的，还是来报仇的，报仇！你是来报仇的，我要报杀父之仇，杀父之仇，老分了。想当年你不都在乱世，我不功臣有千岁，你不丞相不放弃，我不忠奸心血泪，不被我不曾相识，而今与儿到父村，请忘去。不，他不是我的父王，我绝不见他。我问你，你在何处当臣臣？何人请信来抚养？何人叫你去上墙？何人使你用画像？你思一思，想一想，终终切切是父王。你思一思，想一想，养育之恩尽显堂。我问你，何人亲手中官的？何人寄送家马？何人攻下乱子？何人欠下我家冤仇账？你思一思，想一想，上上签签是不忘。你思一思，想一想，我当怎样去见你父王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为道送爷，为道故乡。父王岂肯轻放于你？那我去登峰的以后，专场相遇，我就先杀了他。那么，我问你，我违法的罪吗？也难不是我。穷芳，穷芳，
不思而必报。方龙公，穷方的心是属于你，你要回去，也要回到他里去。我是杀群的故意，我要回到故乡，寻找燕君。可是你的燕君又在哪里呀？在中庸已早已家破身亡了。方龙公，方龙公，你是在金宝长大的，你的燕君万事在金宝，何况父王是喜欢你的。父王他总是欺我家徒，杀我父母的财产，如今
是娘有私与他生，我与他恩多密结了。我还是应该回到我出生的地方。九凤妹，你愿意跟我一同走吗？啊，我的野犬是在这里呀。问龙公。金锁连年
你这个忘恩负义、恩将贼报的畜生！父你就念在吴王对你有3年的养育之恩，你就杀了他吧。命我父子一场，亲手孩儿一把。